來看這交通號誌到底是要安怎看咧？在高雄的公山呢，有一搭路口，這烏多擺是看到圓的青燈，也毋過煞無要行。後壁的人甲提醒了後，這個騎士呢是直直等到倒彎的箭頭燈倒起來，安尼才要起行。公山分局是表示講，其實倒圓燈呢，只要注意有車也無，攏會使劃的。也若騎烏多擺民眾這個行為呢，已經違法，上懸是會當罰到1800塊。圓形綠燈可以左轉。有箭頭不掉了，你一定要等箭頭啊！看到車頂道啊，汽車駕駛提醒烏多擺駕駛會使倒彎，不過烏多擺駕駛就是無要行。這是高雄公山河堤路甲錦橋路口的青紅燈，因為有圓燈甲倒彎的箭頭燈，到底愛看倒一粒燈好行，也是有真儕民眾三不掌。綠燈的話，我知道代表是直行，然後有轉彎燈的話，它是會比較明確告訴你說你什麼時候可以轉。所以如果兩者同時並存，我會看箭頭燈。有那個箭頭的，現在都不敢轉。為什麼啊？有箭頭的不是要等那個左轉箭頭嗎？民眾講倒彎愛等箭頭燈，雖然聽講伊的車燈會使彎，不過驚有爭議，唔敢安尼做。這篇大文也引起討論。其實，在高雄有不少路口青紅燈是當時有青圓燈甲箭頭燈的，親像公山這件安尼交通爭議嘛不定發生。警方講，看到箭頭燈道，只要指示畫這無問題。你若是圓的青燈道，只要注意車，無論正滑、倒滑還是直行，全部攏會使過。圓形綠燈亮起時，車輛即可直行或轉彎。該名駕駛之行為，可依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處新台幣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罰款。警方強調，圓的車燈是全方向攏會使行。烏多擺駕駛因為無遵照號誌騎車，已經擋到後面的車輛，影響交通，上懸會當罰1800塊。民眾後過若是拄到，一定愛記得圓的車燈會使行，千萬唔通講了時間等，擱愛食罰單。記者郭家祖、庫超勇高雄場報道。